溫熱貝殼意麵綜合蔬菜沙拉貝殼意麵鹽橄欖油番茄黃瓜生菜平椒洋蔥，跟住雞蛋芝士片貝殼意麵專用醬料黑胡椒碎黑花生乾辣粉新鮮香草薄荷葉油鍋中加入足夠嘅水，大火燒開，加入1到2小匙鹽同埋1小匙橄欖油，放入貝殼意麵，按照班德上說明嘅煮適中嘅口感，一般8到12分鐘，期間可以適當攪拌防止意麵黏連，煮好後將意麵流出，一乾手辦可加入少許橄欖油拌均，防止意麵黏喺一齊。番茄洗淨切成小塊，黃瓜洗淨切成薄片，生菜洗淨切成適當大小嘅片，甜椒去籽切成細條，洋蔥切成絲，將雞蛋放入水中，慢慢加熱至水沸騰，然後小火煮6到8分鐘，撈出放入冷水中冷卻。開殼後切成小塊，芝士切成小塊或者條狀，取一個平底鍋，倒入少許橄欖油，小火加熱，放入煮好嘅貝殼意麵，加入3到4湯匙嘅貝殼意麵專用醬料，翻炒均勻，這意麵充分裹上醬料，根據個人口味放上適量嘅黑胡椒碎，繼續翻炒片刻，看見蘋果皮分別在沙拉碗中，加上番茄葉作為階層，將炒好嘅番茄貝殼意麵溝喺生菜上，依次擺上番茄塊、黃瓜片、甜椒條、洋蔥絲、雞蛋塊同埋芝士塊，喺沙拉表面撒上薄荷霜、乾辣粉增加風味，最後放上新鮮香菜葉作為裝飾，即可享用。大家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